都想拍一张照片。第一次来的，我这么多年我都头一回见。谢谢。是旁边哪里飞过来的？来，咱们这块的散开一下。对。莲花池那边的，莲花池那边多。现在莲花池不要聚集啊！不要聚集啊！人比较密集啊！人不戴口罩，咱把口罩戴上啊！人比较密集啊！人不要聚集啊！它一个空间，它要飞的时候，它能飞起来。一个吸引，一个抓。哟哇！哎呀！我操！还是他挺野蛮的啊！他这是专门割类的项目。对，也不叫唤。金阳。好嘞。什么？